港媒的鏡頭從來不講客氣。那是一張被放大了3倍的偷拍照，像素粗糙，角度刁鑽，像是有人趴在對面寫字樓的消防通道裏用長焦硬拉的。照片裏是謝霆鋒戴着黑色棒球帽，壓得極低，從金鐘一家律師樓的後門閃出來。他身邊跟着的不是助理，不是經紀人，而是一個提着公文包的中年男人，業界出了名的家族信託律師，姓周。這張照片在星期二下午3點17分出現在《蘋果日報》網站上，標題用了7個字：謝家芬慘潰2宗。30分鐘後，全港的娛樂版都炸了。張柏芝看到這條新聞的時候，正坐在中環一間聶影棚的化妝間裏。她今天拍一個護膚品牌的平面廣告，妝已經上了大半，眼影是大地色，唇膏旋抹塗。手機就擱在化妝台上，屏幕亮着，那條新聞的推送像一顆釘子一樣釘在那裏。他沒有點進去看，但標題已經把該說的都說了。謝霆鋒密賄信託律師，遺產分配方案而敲定，王菲劃成最大受益人。化妝師的手停在半空，不敢動。整個化妝間安靜得能聽見空調出風口的嗡嗡聲。張柏芝把手機翻了個面，扣在桌上，然後對着鏡子笑了一下。繼續，化妝師謝才敢繼續擦她的睫毛膏。但張柏芝知道，整個聶影棚的所有人，從助理到燈光師到那個假裝在看國本的攝影師，都在盯着她的後腦着，等她摔東西、罵人或者乾脆甩手走人。但她怎麼也沒做，她只是把那支廣告拍完了，換了3套衣服，笑了4個小時，期間還跟品牌方的負責人聊了2句關於護膚品的成分，很專業，很得體，沒有任何破綻。只是收工的時候，他沒讓司機送，自己開車走了。車停在路邊，他拿起嚟手機解鎖，推送已經累積了10幾條，來自各個媒體的標題一個比一個狠。謝賢億萬家產張貴水，霆鋒律師樓密賄3小時，王菲低調處理謝家事務多年。他沒有畫屏幕，只是盯着最上面那一條。然後微信彈出來一條新消息，被注明是王菲管家，只有一句話：有些東西不爭就是輸了。張柏芝盯着謝行字看了大概10秒鐘，然後他打了3個字刪掉，又打了5個字又刪掉，最後他怎麼也未回，鎖了屏，把手機扔進副駕駛座，車沒動。他靠在駕駛座上，看着擋風玻璃外面中環的車流，霓虹燈已經開始亮了，一輛輛車的尾燈連成一條公式的河。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今天是幾號？他翻了翻日曆，農曆11月初9。1個月後是謝賢的生日。他拿出另一部手機，那是一部舊款的 iPhone， 屏幕邊角有幾道裂紋，貼着一張貼紙，已經褪得看不出原本的顏色。他打開相冊，翻到草稿箱那一欄，裏面是密密麻麻的短信草稿，按年份排列，從2011年開始，每年都有。收件人都是同一個人，謝賢。內容大同小異，爸，生日快樂，注意身體，今天降溫多穿點。早幾年船有我和孩子都想你，後來就只剩生日快樂4個字。他從來沒發出去過，一條都沒有。只是每年謝賢生日那天，他會打開這部舊手機，打一片，傳進草稿箱，然後關掉。他不知道謝賢知不知道這些草稿的存在。他甚至不確定這部手機如果有一天被人撿到，會不會有人相信這是一個離婚8年的前人識寫給他前公公的。但他就這麼存着，一年一條，雷打不動。手機屏幕的光影在他臉上，他看了很久，然後鎖屏。那天晚上11點，經紀人 Emily 的電話打進來了。Emily 的聲音很壓着，但張柏芝聽得出來她在別火。明天早上8點，我要你到公司來，不准自導，不准素顏，不准情緒化。我今天接了37個媒體電話，
他們統一口徑都在問同一個問題：你要不要爭遺產？張柏芝靠在床頭，手機夾在耳朵和肩膀之間，聲音很輕。Emily， 你覺得我在爭嗎？電話那頭沉默了2秒。我不管你爭不爭，你現在在媒體眼裏就是那個被出軌、被離婚、被剝奪繼承權的苦情女主角。你如果不站出嚟說一句話，明天頭版就是張柏芝黯然默認出局。那我就不說。Emily 那邊深吸了一口氣。你再說一遍。我不說。張柏芝的聲音很平靜。我不發聲明，不遞律師信，不哭訴。他們想看我撕，我偏不。Emily 沉默了很久，最後只說了句：那你想好怎麼面對明天的頭條吧。電話掛斷。張柏芝沒有立刻睡覺。他走到客廳，看見2個矮子房間的門縫裏旋透着一絲燈光，估計又躲在被子裏玩 iPad。他沒敲門，只是在門口站了一個人。然後他回到臥室，重新打開那部舊手機，翻到最新的那條空白草稿，光標在一閃一閃。他打了5個字：爸，今年我去。他沒有保存。他關了機。第2天的頭條和 Emily 預測的一模一樣，張柏芝沉默備戰，王菲穩坐謝家江山。全港的茶餐廳裏，阿婆們端着奶茶在討論，連菜市場的魚販都在跟顧客說：喂，你聽沒聽說謝家那個新人識啊，1分錢都拿不到哦。張柏芝沒有回應，他只是讓 Emily 去辦了一件事，幫我查一下4哥今年的生日宴在哪家酒店辦。Emily 掛掉電話的時候，手旋在抖，她面前攤着一本黑色封面的筆記本，裏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名字和電話號碼，全港所有娛樂版主編、跑線記者，船有幾個跟了謝家20年的老狗仔。Emily 的筆尖停在飛哥2個字上，猶豫了3秒，然後劃掉了。他決定不走狗仔那條路，他要走的是謝賢身邊最貼身的那個人，跟了謝賢30多年的私人助理強叔。圈內人都知道強叔這個人嘴巴比保險局還嚴，但他有個軟肋，他女人是張柏芝的鐵粉，從喜劇之王那年就開始追。去年他女人離婚，張柏芝託人送了一份賀禮，沒有署名，但強叔知道是誰。這種人欠了人情一定潰船。Emily 撥了一個沒有傳進通訊錄的號碼，響了4聲，接通了。強叔，我是 Emily， 想麻煩你帶句話給4哥，今年的生日宴，柏芝想帶2個孩子來，親自給4哥敬杯茶。電話那頭安靜了一個人。Emily 引見強叔似乎在喝水，然後是不緊不慢的一聲：就這，就這，行，掛斷。乾脆得連 Emily 都沒反應過來。他不知道強叔會不會真的把話帶到，也不知道謝賢聽到這句話之後會是怎麼表情。但他知道這個消息只要傳出去，就像一個石子扔進了湖心，漣漪一定會自己擴散開嚟。果然3天之內，該知道的人都知道了。最先炸的是謝霆鋒那邊的助理團聚。謝霆鋒本人正在內地拍一部警匪片，助理打來電話的時候，他剛收工，聽完之後愣了2秒，他要來？誰讓他來的？助理說是強叔傳的話，4哥沒攔。謝霆鋒在片場踱了2步，把煙合了，那就讓他來。說完又補了一句：你跟王菲那邊說一聲，讓他別多想。這句話傳到王菲那邊的時候，已經變味了。王菲的經紀團聚是出了名的仙班，從來不正面回應任何八卦，不屑於跟任何人撕。但這一次，他們有點辦不住。圈內飯局上傳出來的消息是，王菲那天在錄音室裏引完助理匯報，摘下耳機擱在譜架上，只說了2個字：隨他。可是隨他的背後，是當天晚上一篇匿名通稿出現在某娛樂公眾號上，標題是：菲姐行程滿檔，謝家生日宴遺憾缺席。
通稿寫得滴水不漏，語氣溫柔得體。飛姐對四哥一直尊敬有加，只是當日已有既定工作安排，無法親自到場祝賀，已提前致電四哥表達心意。但圈納人一看就懂，謝氏隔空喊話：我在給謝賢面子，不是給你帳柏之面子。我不出席，不代表我輸了。就在兩邊隔空暗戰的時候，帳柏之幹了另一件事，他帶兩個兒子去逛超市了。那是一個普通的周四下午，銅鑼灣的一家大型生活超市。帳柏之穿着灰色衛衣，戴着棒球帽，口罩拉到下巴，推着購物車，兩個兒子一左一右跟在旁邊。大兒子 Lucas 已經高出他肩膀了，小兒子 Quintus 船在東張西望往購物車裏拎零食。這一幕被路人拍到，發上了社交平台。照片拍得很隨意，甚至有點糊，但那股子日常咁樣評論歐瞬間分裂成兩派。一派說這才是好媽媽，不爭不瘡帶孩子過日子；另一派說作秀吧，怎麼時候不帶保鏢出來逛超市了？算準了有人拍吧。兩派在評論勾互撕了3000多條。而帳柏之本人呢？那天他其實知道有人跟着他拍。Emily 提前跟他說過，你最近出門一定有人跟，不用躲，該怎麼活怎麼活。帳柏之聽了就真沒躲，他還特意在水果勾停下來，挑了一盒草莓。謝賢愛吃草莓，全家都知道。他把草莓放進購物車的時候，口袋裏的手機震了一下。他拿出來一看，是陌生號碼發來的短信。沒署名，但語氣透着那股子仙氣。草莓不錯，但四哥現在對芒果過敏了，你知道的吧？帳柏之盯着這句話看了很久，然後他笑了。他把手機屏幕亮給旁邊的 Lucas 看，兒子，你看看這條信息，你知道是誰發的嗎？ Lucas 瞥了一眼，說了句：誰啊？好無聊。帳柏之把手機收起來，繼續挑水果，是很無聊，但他心裏清楚，這條短信不是來聊草莓的，這是一份警告。你看，我對謝賢的生活細節比你了解得清楚。你離開這個家太久了，你早就不是那個這家人識了，你連他過敏的東西都記不住。帳柏之沒有回那條短信。他只是帶着兒子買完單，開車回家的路上，讓 Emily 查了一件事：王菲最近3個月是不是在幫謝賢打理一筆澳洲的房產投資？ Emily 3個小時後回了消息，是全權代理。帳柏之坐在家裏沙發上，看着手機屏幕上的全權代理4個字，手指在失盒上輕輕敲了2下。他想起10幾年前，謝賢有一次喝多了，在飯桌上拍着他的肩膀說：柏之啊，這個家以後交給你管，我謝家的事你說了算。那時候他剛嫁進來不久，受寵若驚，連連擺手說巴你喝多了。謝賢當時眼睛瞪得像銅鈴。我謝賢怎麼時候說過醉話？那毒飯是2007年春節，他記得那天謝霆鋒坐在旁邊一直低頭吃菜，沒有說話。而王菲，那是2007年，王菲船願在天邊。帳柏之關掉手機，走到廚房倒了杯水，冰箱上貼着一張便簽紙，上面是 Emily 的字跡，生日宴日期定了12月15號，環仔君悅酒店。你船有20天。他撕下那張便簽，折了2截，塞進口袋。然後他回到臥室，再次打開那部舊手機。草稿箱裏最新的那條船停在巴，今年我去。他沒有加字，沒有改，也沒有發出去，只是把手機重新鎖屏，放進抽屜最裏面。20天，他需要想清楚一件事：他去了之後要做什麼。Emily 說你去了就是贏，但他不這麼覺得。去了，說一句生日快樂，敬杯茶，那是所有前人識都會做的事。他要做的是讓謝賢當着所有人的面，親自說一句他想要的話，那句他等了8年的話。
他不急，20年都等過來了，不差這20天。但有人比他還急。那天深夜，飛哥給 Emily 打了電話。飛哥的聲音壓得很低。Emily， 跟你說過了，王菲那邊的人最近在查柏芝的財務狀況，像是在找雜麼東西。你讓他小心一點，他早年那些賬，萬一被人翻出來做文章，很麻煩。Emily 掛了電話，連夜給張柏芝發了一條信息：你以前有沒有任何跟剪有關的把柄落在外頭？張柏芝的回覆只有2個字：沒有。但他發出去之後，翻了個身，盯着天花板，久久沒有睡着，因為他想起一件很小很小的事。2013年，他跟謝霆鋒離婚的第2年，有一次他經濟周轉不開，問一個朋友借過一筆錢，那筆錢的數目不大，但當時他簽的借條上，擔保人那一欄，他填的是謝賢的名字。那張借條，他現在都不知道在哪。12月15號，環仔君悅酒店，謝賢85歲生日宴，排場不算大，只包了酒店3樓的宴會廳，攏共擺了20桌，但來的人份量夠。老一代的粵語片明星來了7、8個，謝霆鋒從內地片場趕回來了，穿了一件黑色西裝，頭髮往後梳得一絲不苟，站在門口跟人握手寒暄，臉上掛着那種我是謝家長子的標準笑容。張柏芝到的時候是晚上6點50分，他沒有刻意自到，也沒有故意早到，穿了件米白色長裙，外面罩了件駝色大衣，頭髮重重挽着，素淨得不像來參加生日宴，倒像是去接孩子放學。2個矮子跟在他身後， Lucas 穿着小西裝， Quintus 是休間夾克。3個人從電梯裏走出來的時候，門口的賓客有一瞬間的安靜，那種安靜是帶着訊息的。在場的人都在看他怎麼來了，他憑雜麼來，他嚟幹雜麼？張柏芝對那些目光沒有閃躲，也沒有迎上去，他只是牽着 Quintus 的手，走到迎賓台前，帶上了一份禮，不大，一個公式絨布盒子，巴掌大小。簽收禮金的謝家老管家接過去的時候，手抖了一下，他沒有想到張柏芝真的會來，更沒有想到他會帶着孩子，像回自己家一樣自然。謝霆鋒遠遠看見了，沒有走過嚟，他只是跟旁邊的人繼續說話，但嘴角的弧度收了一下。張柏芝也未去跟他打招呼，他帶着2個孩子徑直往主桌走過去。主桌上坐着謝賢，穿着一身深公式唐裝，精神很好，頭髮染得烏黑，手裏夾着一根沒點着的雪茄，正在跟旁邊一個老友聊天。他餘光瞥見張柏芝走過嚟了，沒有站起來，但也沒有板臉。他把雪茄放在桌上，往椅背上靠了靠，像是在等。張柏芝走到他面前，站定，然後彎下腰，把2個孩子往前帶了帶。爸，他叫了一聲，聲音不大，但周圍的人都引見了。我帶 Lucas 和 Quintus 嚟給你拜壽，生日快樂。謝賢看着他，看了大概3秒鐘，然後他伸出手摸了摸 Lucas 的腦袋，又拍了拍 Quintus 的肩。長高了，他說，聲音有點沙啞，比上次現又高了。上一次現是雜麼時候？未人記得了，或苦是那個家族場合，或苦是某次記者配外的擦肩而過。但謝賢說的那句長高了是真的，上一次他現這2個信子是2年前的事。張柏芝站在那人，沒急着走，他等着，等謝賢開口說坐，或者等他說你站那人幹嘛。但謝賢雜麼都沒說，只是擺了擺手，讓老管家在旁邊的空位上添了2把椅子。張柏芝坐下來了，這個動作在座的人都看見了。那個空位是在主桌上的，謝賢左手邊是謝霆鋒，右手邊空着。原本所有人都以為那個位置是留給王菲的，但王菲今天沒來，而此刻張柏芝坐了下去，不是王菲的位置，是謝賢右手邊的位置。
主位右手邊，圈納人都知道是雜摩意思，加眷席。飯局開始之後，氣氛一直擁持在一種微妙的平衡裏。有人舉杯敬酒，有人講場面話。張柏芝不太說話，只是偶爾給兩個孩子夾菜，偶爾起身給謝賢倒茶。倒茶的時候，他用的是左手托着壺底，右手扶着壺盒，那是謝家的老規矩。謝賢講究茶道，倒茶不能出聲，壺嘴不能對人。張柏芝做得行雲流水，像是這些年在家裏練了1000遍。謝霆鋒抬頭看了他一眼，那一眼很複雜。他雜麼也沒說。真正的爆點出現在切蛋糕之後，酒店推了一個3層的大蛋糕上來，謝賢站起嚟切了第一刀。切完之後，主持人遞過話筒，稱四哥講兩句。謝賢接過話筒，清了清嗓子，先講了一通場面話，謝謝大家來，自己身體算不錯，今年又活多了1歲云云。然後他話風一轉，眼睛掃了一圈全場，最後定在了張柏芝身上。我謝賢這一輩子玩世不恭，大家都知道，該玩的玩了，該花的花了，該欠的情也都欠了。他讀了讀，聲音不大，但話筒傳出去每一個字都清晰得像砸在地上。但有一件事我謝賢心裏清楚，我謝家的門只認他。他沒有說名字，但他說這話的時候，右手掌已經落在了張柏芝的肩膀上，拍了拍。全場先是一愣，然後不知道誰先鼓了一下掌，接着像被點燃的引線一樣，掌聲從主桌擴散到整個宴會廳。記者的快門聲跟暴雨一樣里啪啦落下來，有人站起來拍照，有人急着打電話回報社。幾個跑線的老記者臉上那種表情像是中了頭彩，他們等了一晚上的獨家終於來了。張柏芝坐在那人，沒有站起來說雜麼致謝詞，沒有哭，沒有激動，他只是在謝賢的手掌從他肩膀上移開之後，側過頭，深深地彎了一下腰，像是對長輩鞠了一躬。然後他坐直身體，繼續給 Quintus 夾了一塊蛋糕，表情平靜得像雜麼都未發生。但那句話我謝家的門只認他已經飛出去了。30分鐘之後，頭版標題已經開始在網絡平台上滾動刷新。謝賢親口認證張柏芝唯一謝家人識，王菲缺席生日宴，四哥一句只認他定乾坤，謝家正宮之位實至名歸。評論歐炸了，有人歡呼終於等到這一天，有人冷笑王菲從頭到尾就是個局外人，有人在扒王菲這些年為謝家做了雜麼，列論是雜麼都沒做成。但反駁來得比想象中更快。當天晚上10點07分，王菲的經紀團序發布了官方通告，措辭得體到讓人挑不出刺。菲姐從未想過要進入任何人的家門，她與謝先生的關係是純粹的情感聯列，與家族立場無關。菲姐對四哥始終敬重，但某些人的認證顯然存在解。菲姐祝福所有人，但請勿把她捲入不必要的撐族。通稿的最後一句是，菲姐今晚在錄音室工作到凌晨，心無掛礙。這段話的潛台詞是，我不屑於跟你爭，你說的那個門，我根本就不想進。但問題在於，通稿發出去之後的3個小時，一張陣連截圖開始在粉絲群和八卦論壇裏瘋轉。那是一張張柏芝早年參加某檔綜藝節目的截圖，節目裏他被問到如果謝賢說不認你這個人識了你會怎麼辦？當時他的反應是當場公了眼眶，語無倫次地說那我真的會崩潰。截圖旁邊配了一行字，情緒不穩定的人怎麼當謝家女主人？這是王菲那邊的人放的料，圈內人一眼就認出來了，這張截圖的風格跟王菲團聚早年間處理過的一些對手的手法如出一轍，不打正面，只放你過去的失態。用情緒不穩定4個字瓦解正宮的端莊感。張柏芝是半夜2點看到這張截圖的，他剛哄睡 Quintus， 坐在沙發上刷手機，看到那張圖的時候，他嘴角動了一下。Emily 發嚟消息，別回，別生氣，他們就是要你失控。張柏芝打了4個字，
我不愧的。但他的手指在屏幕上懸停了一潰人。他想起那次錄節目，他確實失控了。那時候他剛離婚不久，情緒像一根綁緊的弦，有人輕輕一碰就斷了。但那是6年前的事了。6年的時間，足夠一個人學會把弦擰緊。他把手機放下，走到臥室，打開那部舊手機的草稿箱。最新的一條，今年我去。後面多了幾個字，是他生日宴結束後偷偷補上的。謝謝你。他船是沒有發出去，但這一次，他把手機握在手裏，站了很久。窗外的天快亮了。他忽然想，謝賢今天說的那句話，到底是臨時起意，船是早就準備好的？如果是準備好的，那他是怎麼時候決定的？是在他讓 Emily 帶話之前，船事之後？他想起了強叔那個電話，強叔怎麼都沒回，只是說了個行。太乾脆了，像是早就知道這個電話會來。他關掉手機，躺回床上。天亮之後，船有一場仗要打。張柏芝是生日宴後第3天飛東京的，沒有開發報繪，沒有發社交動態，沒有通知任何媒體。Emily 訂的是凌晨6點半的航班，2張成人票，2張人同票，他本人一個隨行助理，船有2個孩子。張柏芝過安檢的時候戴着口罩和漁夫帽，低着頭刷手機，身邊路過的人沒有一個認出他來。登機之後，他坐進靠窗的位置，把遮光板拉下來，閉上眼。窗外是香港冬天那種灰蒙蒙的天光。他在心裏算了一筆賬，從生日宴到現在48個小時，他接收了73個媒體採訪請求，拒絕了73個。Emily 那邊接到的電話更多，打到手機發燙。而那些電話裏有1/3是嚟採訪他的，有1/3是來打聽王菲的，船有1/3是來問同一個問題：你下一步打算怎麼回應那張截圖？他不打算回應。飛機起飛之後，他才打開手機調成飛行模式，看了 Emily 昨晚發來的最後一條信息：你放心去，這邊我來處理。但有一件事你要知道，飛哥說王菲那邊的人最近在查一張借條，你2013年簽的那張，擔保人寫了4個名字的，他們想拿這個做文章，說你當年套現謝家信用借款不船。張柏芝看完這條信息，拇指在屏幕上圓了一下，然後他回了一句：我記得那張借條，指我早就船了，但借條原件我沒有拿回來，當時借給我剪的人說撕了。你覺得他撕了嗎？ Emily 隔了10秒才回，雖然飛機上已經沒有信號了，但這條信息自動傳進了發件箱，我賭他沒撕。那人是圈內出了名的收藏癖。我現在就去查。張柏芝把手機塞進座椅口袋裏，望着遮光板縫隙裏漏進來的一線光。他其實不擔心那張借條，剪他確實還了，沒有拖延，沒有賴賬，轉賬記錄都在銀行系統裏存着。他擔心的是另一件事，那筆剪，他當時拿來做雜麼了。那是2013年，他剛離婚。謝霆鋒給了一筆離婚贍養費，數額不少，但他沒有動。他拿那筆錢存進了2個兒子的教育基金裏，自己賬戶上幾乎沒有剩多少活錢。後來有一個朋友找到他，說手上有個影視項目資金周轉不開，問他能不能幫一把。他當時手裏確實沒有現錢，就問另一個圈外朋友拆借了一筆，寫了借條，擔保人填了謝賢的名字。他去找謝賢簽字的時候，老人家正在蘭桂坊跟人喝酒，拿着不看都沒看就簽了，嘴裏船都囔着：你又找人借錢幹嗎？沒錢跟我說啦。張柏芝當時說：不是我的事，是幫朋友過橋。謝賢把筆一扔：你朋友就是謝家的朋友，去吧。那張借條的數額是800萬港幣。而那筆剪借給那位朋友之後，再也沒有回來。那位朋友後來跑路了。
張柏芝自己把800麥填上了，傳給了出借人。出借人說：借條我私了。但圈納人都知道，那種人說的話，聽一半就好。飛哥傳給 Emily 的信息裏有一句：那借條我現過原件，沒有私。現在在誰手上我不知道，但至少半年之前存在。這就是王菲團聚在查的東西，800麥的借條，擔保人謝賢。如果能證明張柏芝冒用謝家信用且借款用途不明，那張正宮的體面就會被撕開一道口子。但張柏芝知道，真正的勝負不在這張借條上。他在東京待了5天，沒有行程，沒有工作，每天就是帶着2個孩子逛街、吃東西、去遊樂園。有幾次被華人遊客認出來了，對方舉着手機想拍，他沒有生氣，只是笑着搖搖手。照片流出去之後，評論歐鳳向尖讒變了。他在陪孩子，王菲在錄音室，誰更像謝家的女主人？ Emily 在香港沒有間着，他在這5天裏做了一件事，通過飛哥分3次放出了王菲團聚這些年借謝家之名的料。第一條是王菲的經紀人以謝賢準人識的身份跟一個內地品牌談代言，壓了對方30%的界。第二條是王菲方面曾通過謝家的關係幫自己的製作團最拿了一個音樂節的承辦權。第三條最狠，王菲名下的一間工作室註冊地址寫的是謝賢的一套間置物業，但那個物業的地契上寫的是謝霆鋒的名字。這3條料一放出去，輿論的溫度瞬間變了。仙女人設一夜之間被撕開了一道裂縫，網友們開始翻舊賬，所以王菲這些年一直用謝家的資源，不是說他怎麼都不撐嗎？這不比張柏芝高明多了？核心粉絲群裡開始出現倒戈的聲音，有人退群，有人發長文說原來我們都被騙了。飛哥在茶餐廳跟 Emily 喝咖啡的時候，咬着菠蘿包說了一句：你這一手比法律私信管用多了。法律私信是告訴他們你別動我，放料是告訴他們你再動一下試試看。Emily 搞着奶茶，沒笑，船早。那張借條船沒找到呢？與此同時，張柏芝在日本做了一個誰也沒想到的動作，他去了一個地方，東京澀谷的一家很小的神社，叫金王八幡宮，不算是旅遊景點，本地人去得多一些。他帶着2個兒子進去參拜，買了3個繪馬，一家3口一人寫了一個。Lucas 寫的是希望爺爺身體健康， Quintus 寫的是希望爸爸常回家吃飯。張柏芝自己寫的那塊，他沒讓任何人看。掛上去之後，他拍了拍手，轉身拉着兒子走了。回酒店的路上，他打開那部舊手機，翻到2013年的那條草稿。那一年的草稿寫得最長。今天有人問我借錢，我擔保了你的名字。對不起，沒有提前跟你說，但我知道你不會怪我。這條草稿他傳了11年，跟其他所有草稿一樣，沒有發出去。他看着這條文字，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2013年那張借條，如果被翻出來，王菲團聚想證明的是張柏芝利用謝賢，但他自己知道，那不展真正的去向，那個跑路的朋友，其實是幫謝賢的一位舊交過橋的。那位舊交後嚟生意回轉，把錢傳給了他，他傳了出借人。整個過程裏，謝賢從頭到尾只知道前半段，不知道後半段。他從來沒有把錢已經傳了這件事告訴謝賢，因為他覺得沒有必要。他答應謝賢會處理好的，既然處理好了，就不用再拿這件小事去打擾他了。但這個細節一旦在輿論裏引爆，就變成了另一個故事。張柏芝不是冒用信用，他是替謝賢兜了一個底。那位舊交是謝賢幾十年的老兄弟，如果不是張柏芝當時出面擔保，那位老兄弟的臉就丟盡了。Emily 曾經說過一句話：你記住，你今天流的淚，都是明天他們給你跪着遞話筒的水。張柏芝當時不太信，
但他現在覺得 Emily 說的是對的。那張借條如果被翻出來，只要他能把船展的證據擺出來，王妃團最精心準備的這一刀會砍到他們自己身上。他在酒店陽台上站了很久，東京的夜色鋪在閣下，燈火通明。他拿出手機給 Emily 發了條信息，借條的事不用查了，讓他們翻出來，我有東西接。Emily 秒回，你有吧？張柏芝打了3個字，有。信我。然後他回到房間，把2個危子踢到地上的被子撿起來合好，關燈。黑暗中，他想起謝賢在生日宴上拍他肩膀的那個溫度，那隻手很瘦，骨節分明，帶着老年人特有的粗糙感。他忽然有點想哭，但只是一瞬間，很快就過去了。張柏芝從日本回來的那天，香港機場蹲了20幾個記者。他事先知道 Emily 提前打了招呼，你落地的時候人一定多，走特殊通道也行，大大方方走出去也行。你算？張柏芝算了，大大方方走出去。他推着行李車，2個危子一左一右，臉上是長途飛行後的素顏，皮膚有一點浮腫，頭髮隨意紮着。他穿了一件灰色衛衣，跟去日本那天是同一件。記者們圍上來的時候，他沒有躲，閣下步子沒有放慢，只是一邊推車一邊對鏡頭微微頷首。閃光燈連成一片，有記者扯着嗓子問柏芝：4哥生日宴上那句話是不是事先商量好的？你以後船會不會參加謝家的家庭聚會？王妃方面說他們從未想進門，你信嗎？他從頭到尾只在一個瞬間停了一下腳步，就是最後一個問題。有人問你有沒有話想對4哥說？他暫定，轉頭看了那個記者一眼，然後他笑了一下，很淡，像是一個人在路上想起來怎麼好笑的事。明年生日我船要去。說完他就走了，推着行李車，帶着孩子，穿過人群，消失在機場到塔大廳的自動門外。這句話第2天上了頭版，但真正炸開整個局的是3天之後的一場小型罰報會，地點在謝賢的律師行會議室，不公開對外邀請，只給3家媒體發了書面通知。周律師坐在長桌後面，面前攤着一份文件，全程面無表情地宣讀了一份謝賢家族信託架構說明。內容很專業，信託基金、受益人條款、資產配置路徑，但核心只有一句話：本信託基金的最終受益人列明為張柏芝女士與謝家血脈，謝霆鋒先生為執行管理人，不代表受益人身份。翻譯成人話就是遺產是張柏芝和2個孩子的，謝霆鋒只是管的，不是拿的。謝賢本人沒有出席罰報會，但他託周律師帶了一句話，只有6個字：我謝賢不核的。這句話在整個娛樂圈炸了不止一圈。有人翻出謝賢多年前在訪談節目裏的片段，主持人問他你喜不喜歡王菲，他當時打了哈哈說人家是大歌星，我高攀不起。當時所有人都以為他在謙虛，現在回頭看，那句話的意思是我沒有點過他。而張柏芝呢？他從頭到尾未有對這份信託架構發過1個字的聲，沒有感謝，沒有回應，沒有接受採訪。他唯一做的事情是在那份信託公布的同一天下午，帶2個危子去了一趟淺水灣的沙灘，被人拍到在岸邊撿貝殼。照片裏他蹲在沙灘上，頭髮被海風吹得亂七八糟，手裏捏着一枚小小的白色貝殼，對着夕陽在看，就是那種完全不知道有人在拍他的從此感。後來飛哥在茶餐廳跟人說起這一幕的時候，啃着菠蘿包說了一句：我拍了30年，怎麼瓜沒吃過？但這個瓜甜得扎嘴。真正讓圈內人服氣的是那張借條的後續。罰報會之後第3天，一個圈外的生意人主動聯繫了飛哥，說要給張柏芝送一樣東西。飛哥帶着那東西去見了 Emily，
是那帳2013年的借條原件。出借人一直沒思，所在保險櫃裏，本打算將來搞事情用。但信託公佈之後，他忽然改了主意。他說：現在拿出來，我已經幫不上誰了，還不如傳給他，落個人情。借條背面多了一行手寫的小字，是出借人新添的。2014年8月22日，本悉已全部列清。借款人信譽良好，無拖欠。Emily 看到這行字的時候，眼眶酸了一下。他知道，這就是張柏芝在東京說的那句有東西接。他早就知道那張借條沒有撕，也知道那筆錢他還清了，轉賬記錄他存了10年，但他從來沒有拿出來過。他在等一個對的時機，而這個時機就是現在。張柏芝收到那張借條原件那天晚上，一個人坐在客廳裏看了很久。他把借條翻嚟覆去看了2遍，最後疊好，夾進了一本書裏。那本書是謝賢很多年前送他的，封面已經泛黃，書名是《家訓》。然後他打開那部舊手機，翻到最新的草稿箱，那條謝你後面，他添了一行字：爸，那張借條我昨天拿回來了，紙我早就傳了，但你簽的那個名字我收好了。他沒有發出去，但這一次他把手機放在枕頭底下睡着了。第二天早上醒嚟的時候，他看到 Emily 發嚟的消息，王菲那邊今天設了3個代言洽談，據說有一個是謝家關係牽線的。他經紀團隊發了個公開聲明，說菲姐未來將專注於個人音樂事業，不再介入任何家族相關事務。張柏芝看完這條消息，回了一個字：他關上手機，去廚房給兒子做早餐。煎蛋的時候，鍋裏的油花啪作響，窗外是一個普通香港早晨的太陽，光線穿過百葉窗一格一格打在地板上。煎蛋好了，他翻了個面，開始煮咖啡。電話響了，他看了一眼嚟電顯示是謝賢。他接起來，電話那頭謝賢的聲音像是剛睡醒，有點沙啞，船帶着那種玩世不恭的老派港腔。喂，柏芝啊，明年生日你想吃雜麼？我讓酒店換個菜單。張柏芝拿着鍋鏟，靠在灶台邊上，笑了一聲：爸，你想吃雜麼我就吃雜麼。謝賢在電話那頭哼哼了2聲，那就算是草莓。你上次挑的那個不錯。他掛電話之前說了一句話，很輕，像是隨口帶出來的。那部舊手機裏的東西有空發出來吧。我等了好多年了。張柏芝握着電話，擰在那裏。窗外的陽光太亮了，他忽然覺得眼睛有點刺。他從口袋裏摸出那部舊 iPhone， 屏幕上的列文總橫交錯，貼紙已經看不出原來的圖案。他點開草稿箱，從2011年到2025年15年的信息全部勾選，然後按了一個鍵，發送。15年的草稿飛向同一個號碼。他不知道謝賢看到那些信息的時候會是怎麼表情，但他知道明年生日他船會去，後年也會，大後年也會。他放下手機，把煎蛋盛進盤子裏，對着正在刷牙衝進廚房的大兒子喊了一聲，洗手吃飯。窗外淺水灣的海面被陽光照得發白，一個普通的早晨。而香港娛樂圈那架永不停歇的八卦機器已經在找下一個主角了。今天是你，明天是別人，但沒關係，至少今天這個位置是他的。他沒有爭遺產，他爭的是這口氣。而謝賢用一句話告訴他：這口氣我給你。飛哥後來在那家茶餐廳裏總列過一句話，後來被圈納人反復傳。張柏芝這件事告訴我們，在名利場裏最值錢的不是你賬戶裏有多少個零，是那個願意當着全世界的面說我認你的人。這種人一輩子遇到一個就夠了。張柏芝遇到了，
而且它沒有弄丟。那部舊手機發完15年的草稿之後，自動關機了。張柏芝把它插上充電線，屏幕重新亮起來的時候，顯示有一條新信息進來。發信人：巴，內容只有2個字：收到，